在台东呢，有一个卑南族的部落，已经65年啊，搁在举办守护神祭典，希望把族人的心全部牵倒转来，也会当把这部落祭典文化传承落去。卑南族巴布洛部落的族人，透早穿传统的衫，做伙聚集伫部落的守护神头前。部落的祭司准备金石叶啊，铺伫涂骹当做祭台，而且放德讲做的酒杯啊。不过这品是真特别，敢若厝伫分祠顶部分的所在，来代表一只猪，简单隆重来办祭典。不像汉人说整只猪这样拿去拜这样，我们是这样切。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。传说伫日本时代，透过祭祀祈福，互部落避过战争甲水灾。不过战后，守护神一直对部落牵线。15年前才正式搬来到即卖的聚会所，才有固定的场所。捌举办过一届所有部落守护神节，不过后来就由各家族家己举办。即届过15年，有部落的族人提议，即款的祭典族人就要去放袂记哩。为了互族人团结起来，各举办一届所有部落的守护神节，传承部落祭典的文化。在二战时期，我们也避开很多的，比如说那时候美军来轰炸这个我们部落的时候，都被阻隔在外面。最近可能有一些的活动，造成大家有部分的不清楚，可能会说不满意。那有透过这样的，大家能够把心胸放宽一点。巴布洛部落的守护神节是部落日常的祭典，日期是由部落家己决定。即马要往年底，卑南族就要展开年节。有族人先甲宫前等等的蜡具提出来祭拜，祈求今年年节当中的大蜡节会当大丰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